And in the red corner, from Indonesia, Albert。红方来自印度尼西亚。好，看到我们的红方选手来自印度尼西亚，阿尔伯特。哦，他这个名字，这个非常独特啊！他应该是姓阿尔伯特，名也是阿尔伯特，有8个字都叫阿尔伯特，就前面4个字也是阿尔伯特，然后他的名字呢也叫阿尔伯特。年龄28岁。我们蓝方的选手呢是来自蒙古国的阿尔坦·格雷尔。裁判在示意，看一下有没有带护齿，双方拥抱以示友好。好，第1回合比赛开始，由我们的红方印尼选手对阵蓝方蒙古国选手。双腿转单腿，看看有没有头被压得有一点低，所以想做一个有效的摔法比较困难，因为发力点不够充分。低扫差一点被接腿。哦，转背，看看有没有。双方的交感都非常好。好，圈头，来到了南北位。红方继续圈单腿。好，马上车宽。车宽下行，好，继续跪膝。看看这个断头台有没有？哦，转了忍者脚。哦，这个把位，目前来看有点深。哦，拍了，太快了，这个转换！恭喜我们的蓝方选手，来自蒙古国的阿尔坦·格雷尔。非常迅速啊，这个把位拿的。这个红方选手呢，100逆1输，这个头被圈了以后没有迅速的抓对方的手。And the winner on mat A for the modern MMA men's 65 kilograms is the blue corner, Altagenrel Alia from Mongolia. A 号擂台，蓝方胜，来自蒙古。The winner on mat B is the red corner, Muatapiek Ali from 非常 China. 漂亮的击站地忍者脚，终结了比赛。来自中